去讲什么，嘉宾书一边看电视画面，一边会创意翻译配音，口才好，反应紧就袂着拍，若无哈哈哈。嘉宾被分为2组进行挑战，第一组萧飞鸿、群乐舞狮团蔡明国，第2组萧敬松、李宝恩。3、2、1， go！ 啊，报去哪里报啦？还没代志，还没代志。这个就是咱8月31号的国庆日，所以这是。后头有一只大炮车。大炮车。来，起来。2个人站起来回。哇，火箭上升了！对，是火箭的绑谱耶！唔对，哎，爆炸！你看，伊绑来住还住绑住哦。起来！啊，这只是虾米啦？这是咱国庆日的火车、花车。拿到游行啊！就是拿伫咱的吉兰坡的手刀。跳起来！哇，上火球！是上火球，火球是到了，是上月球哦。哦，来，没事，来，起来！哎，不，来，这边外星人呐！来，起来！这就是恁人西的 logo， 讲话24节令鼓，24节令鼓，对。来，刘郎的。哎，让马来西亚光荣的呢，现在去了月球哈，你看。对，很帅，你看很帅。OK， 讲过物件袂使讲的嘛，简单啊。来，这边袂使讲大包车。哇，铁甲的哦！我把那个转题的方法讲。讲话。大炮车，头先你讲大炮车，这是叫。这边再讲大炮，来去。这是什么？啊 ，rocket 也是有出 sandwich 啊，对唔对？就是啊，太空人的 sandwich。来讲太空人了，讲白米。哇，这，刚起来。这是哪里体操嘞？体操像咱的歌歌，来讲是句话咧。啊，你冇听就是嘞。有。讲话啦，对，冷场，来起来。一起做什么开起来？你看，不知道。还是修理龙沟？无内容。他跌进龙沟啦，龙沟啊！来，起来！唱国歌的5行6色嘞。有。丢面啊！对，讲系啊。来，起来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访问外这个那个月球了。对，原地吼要对月亮会飞。起来！哇，真姐，追哦！讲话。这是高的人啊！哇嘞！来，教练。哇。